Ivan 啊，好多造福社會嘅科技咧，其實都係源自咧大學基礎研究嘅成果呵。係啊，今日介紹由中大校長盧煜明教授所發現嘅無創產前檢測技術，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以前用刺穿羊膜做產檢，睇下胎兒嘅染色體有冇異常，但係咁樣做有一定風險。黃色嘅部分，呢個液體部分就係血漿。盧煜明教授喺1997年成功喺孕婦血漿中發現胎兒 DNA， 研發出準確度極高嘅無創產前檢測方法。記得咧，當年我喺英國返香港冇幾耐咧，就啱適逢咧政府成立呢個創新科技處，咁啊推出呢個創新科技基金。到我有呢個創新科技基金嗰時咧，就係有幾百萬嘅，咁就令到我嘅工作可以大大加速咯。最後咧就令到呢個技術咧可以喺全球應用。無創產前檢測技術自2011年臨床應用開始，獲各國高度認可，成為唐氏綜合症產前檢測嘅標準。通過 InnoHK 呢個平台咧，我可以將我哋呢個血漿嘅核酸嘅科技咧，係比較全面咁樣推出嚟。即係除咗產前檢查之外，仲可以做癌症觀察。今時今日咧，可以講係香港創科嘅黃金時期。而各個院校咧都有啲好優秀嘅研究團隊，喺基礎啊或者應用方面咧都做得好好。咁香港嘅科研結果咧係可以改變世界。Heidi， 盧教授嘅研究而家喺全球每年都有超過1000萬人受惠。相信香港咁堅實嘅基礎研究咧，將會繼續發光發亮，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啦。